说，如果说当你回忆不起来我们上节课学了什么时候呢？其实你可以想一想我们的现代汉语课本的那个目录。其实我们说直播课呢，基本上是以目录为纲，然后呢结合相应的习题来的，对吧？好，有同学说是学了音节。好，那么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什么是音节，音节怎么样，有哪些特点等等，对吧？好，那么学完音节之后又学了什么？好的，音节、音素，先是语音、音节，然后音素，对吧？音素过完之后又是元音和辅音。好，元音辅音学完之后又学了什么？元音和辅音过了之后又学了什么？好，声母和韵母，对，声母和韵母，然后我们把声母和韵母一起来学习的还有什么？我们说一个音节当中它需要有什么？声母、韵母，还需要有什么？还需要有什么？好的哦，韵头、韵腹、韵尾，对吧？好，其实我是想让大家说的是还有声调，对吧？还有声调，声母、韵母、声调。那么在声母当中，我们学了哪些声母？然后声母的每一个发音的每一个音质特征，还有呢韵母的一些特征等等。那么除了这之外，我们学习声调这种声调基本格式，对吧？音值、音调，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的一个区别。然后接下来又讲到了每一个就是声母和韵母当中它们所对应的一个对应关系，比如说元音和韵母的一个对应关系，辅音和声母的一个关系，我们当时也说了，对吧？也说了。好，所以其实我们上节课呢，其实学的东西一共是前4节，但是在这前4节当中，我相信当时大家也问大家说有很多之前的疑虑的部分基本上都解决了。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一节课，我们都要有一节课的一个收获，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才不会怎么样，才不会发慌，不然的话就说哇学完之后感觉到也没有改变什么。所以我们一定学每节课一定要抱着一个目标，就是我学完这节课之后我要改变什么，对吧？我们要变得更好，我们要变得更优秀，所以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目标。好，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那个音节的第二部分。等一下啊，我把 PPT 打开。音节的第二部分，等一下。好，需要学习语音的第二部分。那我们之前在上节课当中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从最开始音节很大的一个概念说起，然后讲到了音位，然后还讲到声母、韵母每一个音节的一个韵母的发音特征等等，讲得很详细。但是大家会发现，看到我们这个现代汉语课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在讲到第5节的时候，怎么又从音节开始讲起了，对吧？又从音节开始讲起了。所以，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这里边的规律。我想，如果说你能够看出这样的规律的话，你会对整个这个音节这部分啊，有一个更加全局性和清晰的认识。其实，它这里边前边讲音节其实讲的很少。就是讲一些音节的概念等等，对吧？但是呢，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音节里边每一个部分、每个组成部分的特征，包括元音啊、辅音等等之类的。那么它在前面之所以加一小段这样的音节，是为了能够顺理成章的讲它元音、辅音部分。好，那么在元音、辅音部分讲完之后，讲清楚之后，那就开始讲什么呢？开始从整体上去讲这个音节的一个特征。就是这里的音节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拼音的一个特征，对吧？拼音的特征。好，所以呢，我们上节课学了元音、辅音、声母、韵母等等很多特征之后，我们再从整体上来看一下音节到底该怎么去分析它，或者说一个音节有哪些特征，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部分内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字打错了，不好意思啊，我把它勾出来。这打错了啊，当然是那个是。好，我先问一下大家觉得什么是音节，然后有哪些构成要素？大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不用去用非常专业化的一个理论术语去解释什么是音节，然后怎么之类的。大家觉得什么是音节？什么是音节？就你用最通俗的语言，然后告诉我什么是音节。好，在交谈时自然感觉到最小语音单位。对，好，这是我们课本当中出现给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其实当我们一提到音节同学们，我们现在我们今天老师教你几个音节，汉语的音节。其实教几个汉语的音节就是一个汉字的读音，或者说一个汉字的一个拼音，对吧？汉字的拼音。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要把理论东西转换成我们实际教学当中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东西，这样的话可能会更方便你去教学和理解。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呢。接下来是一个音节有哪些构成要素呢？一个音节有哪些构成要素？一个音节，好，声母，还有呢，韵母，还有声母、韵母，还有声调，对，很好，声母、韵母和声调，所以对声调，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个部分呢是经常考的一个重点，就是普通话音节结构表，在我们的现代汉语课本上也出现了，也给了这样一个表格，也列了相应的一些例子。那么我首先第一个希望大家把课本当中的这个例子呢要记清楚，在音节的部分记清楚，就是课本当中它列的一些例子。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看一下我这里边给的一些这个例子。因为给的这些例子呢都非常具有代表性，要么就是没有声母，要么就是没有韵头，要么就是没有韵尾，要么就是有儿化现象，要么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音变现象等等。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全，那这里边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特殊性在于这个韵头，对吧？大家注意看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啊。在于它的韵头是要加2点，对吧？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匆忙可能就是把2点忘记了。虽然说你读的时候读的是 ü， 但是你写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叫什么力不从心或者手不从心了，对吧？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微。那么微这里边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它的特殊性在于
为什么？在于它没有零声母，对吧？没有零声母。好，那么在于没有零声母的是它是一个零声母。那么零声母我们该怎么去标写呢？也就是说，当它后边还有其他，当孕妇前后边还有其他音节的时候，或者是元音的时候，我们直接把韵头变成我们那个英文字母 W， 对吧？变成英文字母 W。但是如果说它前边韵头的前边没有，孕妇的前边和后边都没有这个其他的元音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在前边加上一个 W。那后面呢，我们会讲到这样的一个歌音符号的一个标写问题，这个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经常考，但是呢，大家也会经常这个犯迷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桃，大家觉得这个桃声母是 t， 然后是韵头，有韵头吗？没有韵头，对吧？没有韵头。好，它的韵腹是什么？韵腹是啊。好，那么对 A。好，那么韵尾是什么？韵尾我这里边给的是窝，但它实际是什么呢？桃，特凹桃。好，对，这里边这个桃，V 的声母是零声母，对 ，V 的声母是零声母的啊 ，V 的声母是零声母。好，然后接下来这个桃，这个大家注意啊，我把笔拿出来，大家注意这个呢，窝呢要变成什么呢？变成乌的形式，就是我们在标写的时候要变成乌。好，这是这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在课本当中好像我不知道75页它有没有给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例子啊？有的，在75页当中它有一个，我这个第4版本的是73页，73页里边当中它给出的是一个道，对吧？道理的道，那么道理的道呢，它里边也是后边给了一个乌。好，这是这一个，所以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特殊的现象，特别是这个窝字，很多人经常把它写成乌的形式啊，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花。这个花其实没有什么特殊性，我只是为了照顾到，就是把这个韵尾有出现这个没有韵尾的情况，所以把这个花也给它列上去了，其实它没有特殊的情况啊。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一个偶，那这个偶呢，它是什么呢？和这个微相比的话呢，它又缺少了什么呢？缺少了韵头，只有韵腹和韵尾，第四个，最后一个儿化音，儿子的儿，它呢是什么呢？更具有特殊性，它是只有韵腹。好，而且它两个是放在，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它是韵腹，然后 r 是韵尾，不是这样的。那么它俩呢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说学生老师它明显是两个因素啊？为什么你不把它分开写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边呢这个 r 啊，它其实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因素，它是什么？它是我们在发这个儿的时候一个卷舌的一个动作而已。也包括我们后边会讲到一些儿化音、儿化词的时候，我们在标写的时候直接在后面加一个 r 就可以了，对吧？直接在后面加一个 r 就可以了。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极有可能会出现同类词，当然不一定会出现原字啊，但是可能会出现一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让你去分析它的音节结构。好，这是这个。一方面大家注意我这个 PPT 当中给的，另外一个呢也要注意我们这个课本当中给的例子。那大家还可以去找一些课本当中后面还有习题，对吧？还有习题，大家可以看习题当中，你随便去找几个看一下，你会不会做啊？会不会做？好，这是这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花的时间也比较多。接下来，那么刚才呢，我们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实操性的。那么接下来这是一个理论性的。我们说理论性重不重要？也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重要？那么我们说其实在考试当中，它不会考察你说音节一共有几个特点，它不会说1、2、3、4、5让你去罗列，但是它会揉入到那些实际的教学当中去考察你的。然后我们在最开始给大家搭框架的时候，好像举过一个例子，后边我们还会再举例子。比如说，第一个音节当中最多呢有4个因素组成。对吧？最多有4个因素组成，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所以如果说你看，比如说他说下面判断正确的是，好，他说某一个汉字的读音它是有你一数，它上面给的是5个因素，那这肯定是错误的，对吧？我们就不用再去数到底它正不正确，这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好，第二个特点是每个音节都必须，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每个音节都必须要有韵腹和声调。大家注意这一点啊，大家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吗？大家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吗？这是课本当中他给的一句话，大家觉得有问题吗？对，轻声有什么声调呢？所以呢，那么在这里，在黄国荣这本书当中呢，他是把轻声呢也是作为一个声调来对待的。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当中，这个作者他也是默认就是轻声，它也是一个声调。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它也是一类声调呢？你想，我们第一声好是声调，第二声是声调，第三声是声调，第四声是声调。那你说，如果说轻声不是声调的话，那不是声调你怎么数？那你在发音的时候你发生什么呢？是不是？那总归要有一个调吧。好，那只不过说这个调相对于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可能更轻一些，它这个共振风可能更低一些，或者说更这个重音可能更轻一些，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为轻声。那么可能就是在这个标写过程当中，实在是找不出合适的这样一个调值或者说调类、调号，那么只能说它是一个轻声，不给它标调而已，不给它标那个声调了，不给它标声调了。所以呢，那么这里边我们就是从这句话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这本书当中是把轻声作为一个声调的，对吧？好，刚才这个 Green 呢，他说，也就是为什么儿是韵腹，
为什么儿是孕妇吗？为什么儿是孕妇？刚才好像讲过了啊，我就不再重复了。然后如果说可能您是刚刚那个登录的，一会儿你再回头看一下。那么但是呢，可以没有，这里边还要不仅仅是这个需要我们引起我们注意，同时更重要是后边的。但是呢，它可以没有辅音声母，没有韵头，没有韵尾，对吧？没有韵头和没有韵尾。就像我们我明白这个 Green 你提的问题了，就是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儿是一个孕妇，对吧？儿是一个孕妇。好，就是这个，包括我们一些呀，一些语气词，很多都是只有孕妇的。第三个是元音在音节当中占优势，一个音节中元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元音最多可以有3个，一个音节也可以只有一个元音。比如说一、o 等等这些东西，对吧？大家觉得这个它是只有一个元音吗？大家注意发现这个如果说从它我们这个数量上来看，其实有2个因素了，对吧？有2个因素的，只不过说这个呢，它后边已经没有其他成分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在前边加上一个各音字母 y。那后边我们会继续讲到，这里边只是先暂时的提一下啊，好，所以大家注意看啊，我们这个信息量很大啊，基本上每一句零声母吗？啥意思？对，这个o 都是零声母，前面没有声母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发现前面没有声母的，都可以称为零声母音节啊，好，然后这是这一个啊，然后接下来第4个，辅音在音节中位置固定。大家注意这一句话，辅音在音节中位置固定，只出现在音节开头和末尾，并且在音节末尾时只出现呢和2个。如中国的中，蓝天的蓝，对吧？蓝天的蓝啊，这个我们在前边已经强调过了。所以普通话音节一共有4个特点，第一个音素的多少，第2个音节必须这样吧，我不回忆了，大家来回忆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音节的特点有哪几个，一共讲了4个，大家可以用简单的写出关键词的方法来回忆一下。音节有哪些特点？大家想一想，刚才我们刚讲过，难道都忘记了吗？还是今天是星期天，大家都不在状态？大家赶快想一想。好，4个因素，对吧？一个音节当中最多只有4个因素，对吧？好，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什么？所以好，元音占优势，对吧？必须有韵腹。好，元音占优势必须有韵腹。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音节当中可以没有韵头，没有韵尾，但是必须要有韵腹。好，还有最后一个特点是什么？最后一个特点是辅音在音节当中的位置是固定的，对吧？位置是固定的，所以就是当大家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怎么样才能记住这些特点，或者说以后遇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想起这个答案呢？其实他说让你分析普通话，问你普通话音节的一个特点，那你就找一个音节，普通话音节，你来分析。这个音节当中有几个因素，这个音节当中它有没有韵头，有没有韵尾？它可能只有一个韵腹。好，那么在汉语当中可以只有韵腹，没有韵头，或者说没有韵尾，也没有声母。好，那么接下来想，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呢？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呢，可以多写几个音节来看一下，你多写几个把所有的特点都能够囊括进去，那你就可能更容易提醒你还有一个是辅音的位置是固定的，它一直是在开头的，那么还有在结尾的也有2个，这样的话就出来了，对吧？这样就出来了。好，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就是他问你什么你就想什么。那如果想不出来，你举几个例子，从例子当中去找这些特点。好，这是为什么陶的是韵腹不是韵头呢？怎么记？这个其实很好记啊，比如说在这里，比如说我们说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是韵头，那么这里边的自然就成为了韵腹，对吧？但是韵腹里边对，上面这个很重要，我突然间忘记了，就是说韵头当中只有什么？只有一无余，只有一无余，所以这是我们前边讲过的一个规则，所以那么这样它就排除掉了，好，大家明白吗？好，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今天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说老师，我发现就是课本当中讲的东西和我们实际教学当中差距很大，或者说我们学的东西呢，很多呢都不是都用不到教学当中去，其实并不是用不到教学当中去，而是有的东西可能我们就没有学精，没有学透，那你运用起来就无从下手了，对吧？老师，是不是所有的 o 的韵尾一定都变成 u？ 目前来说，从我们课本当中，从试卷当中，我们出现的 o 基本上我们在标写韵尾的时候，都把它变成那个 u 的形式都把它变成 u 的形式。好，这是这一个那么大家关于这个还有没有问题？声调标在哪个音上就是哪个韵腹呢？是的，我们一般说声调呢是标在什么呢？是标在主要元音上，也就是说是标在韵腹上面。对的。那么3081这位同学说不一定吧，是比如说拖驼，大家一定要注意，大家一定要注意当比如说2个，比如说前面有一个乌了，后边也有一个乌，你不可能说2个乌放在一起的，对吧？不能说，一般情况是在韵尾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把喔变成乌。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发陶，或者说在发什么其他的音，当喔在韵尾的时候，我们这个发音的动作和发音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它更趋近于这个乌的形式，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韵尾。那当然，如果说2个你明显觉得2个乌在一起，一个是比如说陀螺，那么这个陀的时候前面是一个乌，后面你不可能再来一个乌，因为我们说这个元音不可能是重复的2个元音，对吧？不可能重复2个元音。好，这是这一个。好，就是大家就这样多讨论，然后把一些特殊的情况都把它取尽了，我想这样的话就更
容易打消大家的这个疑虑。好，这是这个音节的部分。那我想在后边故事做题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那我们在出现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区别对待啊，再区别对待。好，刚才我们讲到了音节，其实我们刚才在最开始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我说什么是音节？我说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什么？理解成拼音。其实这个拼音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动词。它们其实当然后来用到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名词，对吧？拼音就是把音拼起来叫拼音，对吧？但是呢，我们普遍的认为就是拼音就是一个音节啊，这个音节。所以我们说这里面这个拼这部分呢，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一般情况下是在教学当中，他可能会问你怎么去教留学生去这个拼音的，怎么去教留学生拼音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后面会讲到这样的一个拼音的方法，是两拼法、三拼法和声韵调。我们有的教材当中叫声韵调结合法，有的是叫声介合拼法等等。好，那么这里面两拼法就是什么？就是把声母先发，然后呢后边的韵母一起发出来，叫两拼法。三拼法呢就是声母，然后韵头、韵声，这个韵声包括韵腹和韵尾啊，韵腹和韵尾，然后放在一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边我把它标出来这样一个适合学生读不准声调时，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这里边这句话非常重要，但这个课本当中没有这句话，这个话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里呢？一般情况他会说会给一个案例，给一个场景，他说某个学生啊，他这个声调欧美学生总是找不着调，然后呢把第一声读成第三声，第三声读成第几声的等等。那这个时候他问哪种方法你觉得最合适教他？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择第二个三拼法，叫三拼法。第三个呢是声介合拼法，声介合拼法介这个介呢就是指介音，介音呢是韵头的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声母和韵头放在一起，然后呢韵腹和韵尾一起出现。这里面这个有个局限性，就是只适合有韵头的音节。如果说没有韵头，你不可能说给它加一个韵头，对吧？好，这是两拼法、三拼法以及声介合拼法它们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你之前教过留学生的话，你可以想一下你们之前教学的时候采用那个拼音的方法是什么？一般情况下采用的是什么呢？采用的是三拼法，因为三拼法它分的比较细，学生听起来比较清晰一些，因为它把它分为3个阶段，分的越细，学生听越清楚，对吧？越清楚。而且同时就是大部分学生，无论是其实不仅仅是欧美学生，包括那个就是什么亚非拉学生，他们的声调也是找不准的。所以我们一般采用的是三拼法，但是呢，我们很多老师没有这种意识在里面，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己用什么方法，反正就是觉得这个生准的。那如果说你们以后写论文呀，或者说参加什么学术报告之类的，你不可能，你要找一个合适的方法去阐述你的这个过程，对吧？阐述你的过程。好。刚才讲到了拼音的方法，我们掌握一下。前面的这个呢是拼音啊，拼音是有哪些注意的？比如声母需要本音，声母韵母之间不要停顿，要念准韵头，这个了解一下。那这个呢就要掌握，有不同的要求啊，不同的要求。那么接下来，等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普通话声韵拼合规律。这个普通话声韵拼合规律呢，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作为母语者来说，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什么音可以跟什么音相拼。因为什么？因为当比如说这个声母和这个韵母拼在一起的时候，你找不到对应的汉字，它肯定是不能够拼在一起的，对吧？不能拼在一起的。好，这也就是有人说老师呢，这个表格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或者有什么之类的？这个呢有什么帮助呢？就是我们以后在教学当中，那么有的学生呢，他就是叫什么规则过度泛化了。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教他一个字母，教他一个声母波，我们说声母的波呢，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元音，再加另外一个音节就可以。就是一个拼音了。好，这个学生就说了，那我教他一个爸爸的爸，然后就开始爸，还有呢，我加一个 EB，然后再加一个阿窝，再加一个波，其实没有这个音的。但是他在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用这个规则来推导。那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你说在我们的一个汉语当中，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前面的音可以和后面的音都能够一一的进行组合的，就像英语当中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字母你都可以放在一个音当中，因为有些比如说那个英文字母 B 后边肯定有一些那个音是不能够放在后边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好，这个呢只是在教学当中可能会用的更多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之前好像给大家提过，王老师在美国一所孔子学院教汉语，教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班的学生水平很高，但是呢，大多数学生的声调呢总是读不正确。如果是你建议他用什么方法找准声调？其实这个题已经非常明确了啊，已经非常明确了。对，三拼法。其实这个三拼法呢，我刚才也说，在我们实际教学当中运用的也是最多的。好，这个题比较简单，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啊。更重要是什么呢？更重要是前边刚才那个音节的结构是最重要的。好。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音节的结构、音节的拼读啊，还有等等一些特征。那么有人会觉得，这还挺简单的啊，其实你把那个音节结构分析完了之后，其实也就 OK 了，就没有什么。但是呢，其实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为什么我们说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呢？因为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或教学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一些例外现象出现，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汉语真的很麻烦，因为它总是有很多例外，这个例外，有的时候这个例外很好，很容易记住，但是有些例外一多了，这就不是例外了，对吧？不是例外了。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歌音的规则，这个歌音的规则也是经常考的，经常是和那个音节的结构分析放在一起考。好，那么我先提个问题，当大家提到歌音的规则的时候，你们会想到哪些歌音的方法，或者说哪些歌音的现象？大家思考一下，就是我一提到歌音，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想的是歌音符号，歌音符号。那么这还有什么呢？好，那个符号，对，那个符号还有什么？除了歌音符号之外，还有歌音字母，对吧？歌音字母。好，除了歌音字母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到歌音的规则还有什么？我们说有歌音字母、歌音符号。诶，那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么我们说不知道当你有提个问题你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你就举例子，你想想我们在写这个音节的时候，我们这个歌音是怎么割开的？这个音节和这个音节是怎么割开的呢？除了用歌音字母、歌音符号，还用到什么？还用到其实对，很好，空格，对，空格。好，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无论是志愿者面试也好，还是就是我们笔试也好，会有这样类似的题，叫什么？就是他给你一句话，然后呢让你去什么呢？让你去把它标写它的拼音。那么在标写拼音的时候，我们说一个词是成为一段的，然后这个词和这个词之间要空开的，都要空开的。那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歌音，对，也是一个歌音。好。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教汉语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刚开始教拼音的时候，一定老师呢要以身示范，你不能说你自己写一个拼音就写到一块去了，那么学生读起来比较费劲，然后他也没有这样一种以词块为单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在里边，那么他们可能学起来就比较费劲啊，学习比较费劲。好，那么所以第一个音节的一个叫空格，我们就说叫自然界限。音节开头的辅音声母是音节自然的界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比如说两个音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前边这样的一个声母，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界限。当我比如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看到出现一个声母的时候，他脑海当中会自然的把它割裂开来，同时它们之间有一定的间隙，有一定间隙在里边，这是一个自然界限。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使用歌音字母 Y 和 W， 这个比较重要。第三个是歌音符号，我们我们来重点看一下这个使用歌音字母 Y 和 W。我们先看一个例子，指出下列词组中标红的汉字音素的个数一样的是，也就是说 A 它不有两个词吗？ B 有两个词， C 有两个词， D 有两个词。那么这两个词当中标红色的这样的一个音，它们的汉字音素一样的是哪一个？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 D 有没有不同意见的？好，看来大家还有吗？还有选 E 3127选 E 里面有 Y， 乌云的乌。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做这样的题呢，大家不要着急，就是从心理上不要着急，不要觉得这个好难分析啊，还要数那个音素的数量，还要分析它的歌音的省写、大写、省写，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音变等等之类的。其实你不要慌张，我们一个来分析。比如说第一个鸭子的鸭，那这个鸭子的鸭呢，其实它是什么呢？是它的原本的它的音节音素是这样构成的，是一加上啊。但是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韵头的后边它还有其他的音，所以呢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一变成 Y， 不然的话它没有声母，对吧？不然的话它的什么呢？它没有声母。另外就是它会容易什么呢？容易和其他的音揉到一块去，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一变成 Y， 把它割开，这起到一个什么呢？起到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用。好，那么接下来水湾的湾，那么水湾的湾呢是什么呢？是湾。大家先把它的原本的音给它写出来 ，W 加上 AN， 但是呢这里边的 W 是什么呢？是乌的一个变写，其实就是用乌作为一个歌音的字母作为一个歌音字母。好，然后这是这一个，所以这里边有三个，这里边有鸭呢后边里边有两个因素，湾的里边呢有三个因素，所以它们是不一样的。第 B 要道，这里边要道其实它和的考察内容和它是一样的，这里边是要把一变成 Y 形式，然后后面再加这个呢青蛙其实是和上面这个是和这个湾的变换规则呢是一样的。好 C 迂回，这里边的迂回鱼它本身是什么呢？本身就一个元音，对吧？本身就一个韵父元音。那么当它本身只有一个元音的时候，只有一个韵父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它前边另外加上一个 Y， 不再是什么呢？不再是把前面这个一，因为它没有一所以它只有 U，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把它前边加上一个这样的 Y， 起到一个歌音的作用。不然的话，你比如说你前面迂回，那么后面如果说这个回加在一起，读起来一方面读起来不便于我们读，另外就是当它在一个句子当中出现的时候，那前边如果还有音的话，它可能会放在一起，可能会给人的视觉会造成一种误导，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后边这个音呢？其实不是的。好，那么接下来是约会的约，那么约会的约呢，大家注意看约会这个约，它前边是也需要什么呢？也需要在它前边加上一个 Y， 但是加 Y 之后呢，需要把什么呢？把上面的两点去掉，好，所以呢从这里边我们来看出来它是一个因素，而这里边的约呢是两个因素，好，所以不知道大家这样的分析大家有没有分析正确？最后一个衣服乌云，很明显这里边的衣服其实就是一个单元音，这里边的乌云的乌呢也仅仅就是一个乌，所以我们为了标写的方便，或者为了这个界限更加明显，我们需要在它前边加上一个 Y， 在它后边需要加上一个 W。有些人说老师这样分析的我觉得规则好麻烦呀，怎么这么多的规则？其实我们课本当中已经给我们概括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则，就是这个。大家注意看，大家不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不要着急好，比如说
哦，这个大家注意啊，这个我打错了，这个是蛙，应该不是音啊，不是音，打错了啊。好，所以我刚才这个杨同学他一直在说这个音蛙啊，打错了啊。好，我给大家改一下，不好意思啊。我们注意看啊，第一个，在零声母音节当中，大家注意啊，在零声母音节当中，我们一个字来分享，如果一的后边，大家注意这个一的后边还有别的元音，大家就看到了吗？好，一的后边还有别的元音，好，一后边还有啊，有别的元音，对吧？就把一变成 y。好 ，OK。接下来这是第一层意思，然后第二层意思，如果后边没有别的元音，就在一的前边加上 y。这个如果一的后边没有别的元音，就是后边没有了，对吧？没有了，那我在前面加上一个 y 就可以了。好，所以其实这里边很好记，怎么记呢？你就记一后面有没有其他元音，有原因的直接把一变成 y， 没有原因的前面直接加个 y 就可以了。就是你要保证这个音节当中要出现两个字母，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至少要出现两个字母，这样简单的理解。好，是这一个一的情况。其实乌的情况和一的情况呢是什么呢？是一样的，乌情况是一样的。比如说在零声母音节中，如果乌后面还有别的元音，就把乌变成 w； 如果乌后面没有，就直接把乌在乌前边加上一个 w， 就这个形式。好，第三个，在零声母音节当中，大家注意啊，零声母音节当中，不论 u 的后边有没有元音，一律在 u 的前边加上 y。比如说这个 u， 后边没有元音，对吧？那没有元音，按照来说，我们应该需要加 y。但是会发现，老师，那个后边它后面有元音啦，为什么你前面不把 u 变成 y 呢？我们规则是什么呢？规则是无论它后边有没有元音，一律在后边在它前边呢加上 y， 同时去掉什么呢？去掉那个u 头上的2点。那有的其实你们非常好理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把它变成 y 呢？因为如果说你把它变成 y 之后，它容易和什么呢？容易和树叶的叶相混淆，不然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叶子的叶还是约会的约，对吧？约会约，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在它前边加上一个 y 就可以了，前面加一个 y 就可以了。好，这是这一个啊，这一个，所以这个规则非常重要。其实它规则比较多，但是呢，它是比较整齐的，特别是前两个比较整齐的。那么后面一个就更单纯，无论后面有没有元音，都在前面加一个 y 就可以了。好，这是歌音字母 y 和 w。刚才我们说啊，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除了这样的一个啊，对的，这个2里边的这个一是乌啊，我现场的改过来啊。好，这里边这个 y 是乌啊，这个是乌。好，刚才我们说，除了这样的一个歌音，我们在标写拼音的时候，除了这样的一个歌音字母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省写的规则。那因为省写的规则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在分析音节结构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好，我们在我们课本当中也列举出了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省写的规则。第一个，除了呢和了之外，其余的与 u 相拼时都需要省去2点，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小学时候有学过吧。好，第二个 u、v、温分别写成这样的，但是我们大家注意这一个。但是我们在判断音位或者说音素数量时，依然需要算上省去的那个音。前几天也有学生问我说，老师，我在标写的时候，我在数这个音节音素数量的时候，是不是要把省写的那个也算上？当然需要算上，这个特别重要。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犯错的地方，因为大家一看到比如说那个颓废的颓，那颓废的颓1个2个3个3个因素，其实不是，它一共有4个因素，因为里边这个已经省去了，但是我们在算的时候还是要把它算上去，对，还要把它算上去。好，这是这一个。好，那个后补这位学生说，有位同学说，那个叶子的叶不是零声母吧？那么如果你就想，如果不是零声母，那么它的声母是什么呢？那如果说我们找不到声母呢，那么它就是零声母，对吧？就是零声母。好，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零声母呢，它不是特别的神奇，不是特别的，就是怎么说，不是特别的那么叫稀奇古怪，它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前面没有声母了，前面需要加上一个零，加上一个符号，把它割开，对吧？把它割开。好，所以大家不用把它看得特别的怎么这么奇怪啊？这么奇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作为上一道题，丢弃的丢，追回的追，农村的村，桂林的桂，以上红色字体的音素数量是多少？这位杨同学，你居然说不是一吗？难道一可以做声母吗？你在哪里看到一是可以做声母的呀？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你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们说声母一共有21个，对吧？辅音一共有22个，所以不能这样说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以上红色字体的音素数量有几个？分别是几个？好，对，这里边这个也是4，对，这个也都是4个，对，这个也是4啊，这也是4。丢弃的丢，其实这里边最主要就是把它刚才这几个音把它全部概括进去了，对吧？把它全部概括进去了。的丢丢，知微追，然后村温无温村，对吧？村归贵，其实还是这个追这个桂林的桂和追逐的追，那么它们省写的东西是一样的，省写的东西是一样的。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叫什么音节的各音符号省写规则，然后又讲到了音节的结构。那么在讲音节结构的时候，重点是要对每个音节对它进行什么呢？对它进行一个分析。那这个分析里边要注意各音符号，注意省写，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叫后面的特别是窝的一个变调，在做韵尾的时候要把它变成乌。还有就是我们在标写的时候呢，要注意只有
乐父不能够省略，其他的都可以没有。那这些音节的一个特点也需要注意。好，那么刚才讲到的音节，我们上节课其实大家刚才在回忆的时候呢，也回忆到了什么呢？回忆到了音变。我们在上节课不仅仅提到了音变，同时还对 的音变做了一些分析，对吧？对的音变做了一些分析。那么现在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说的音变什么时候后边跟那个繁写的什么时候后边加上大写的 A， 什么时候后边加上这个正写的大家还能够想起来吗？大家还能想起来吗？好，这个 Green 这个同学说叶是不是应该这样分析？耶零声母一后边还有元音，所以要把 y 变成一。是的呀，刚才我们在结合的例题的时候，然后在结合规则，因为那个一后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元音，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一变成 y。如果一后边没有其他的元音，就直接在一的前边加上 y， 对吧？加上 y。对，是这样理解的啊。好，那么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上节课讲到了的音变，那么讲到的音变的是的音位变体，的音位变体一共有3个，但是呢，并不是说有人说老师，那我什么时候是用这个大写的什么是大写的 A， 什么时候用繁写的什么时候用那个正写的呢？其实我们是有个规则的，不是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已经忘记了。那我们今天呢还会再来讲到这个音变的问题。其实当讲到音变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音变它不仅仅是什么呢？不仅仅是音位的一个变体，不仅讲到那个音位的变体，同时还有一些听声，还有一些儿化，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汉字的一个音变，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特别是像什么呢？像儿化、像轻声等等。那变调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什么？因为只要我们能够平时多注意一些，变调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后面会讲到，当它读变调的时候，我们读是读变调，但是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标原调，一定要注意标原调。好，这是这一个。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变调的情况。变调它里面分为什么呢？分为赏声变调。第一个，赏声的变调。赏声的变调它有一个规则叫什么？叫两赏相连，前变扬，就是两个赏声音节相连，前一个变成像阳平。大家注意这里边变成像阳平，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并不是真正是阳平，它只是说是像阳平。好，所以可以用调值这样的个来进行标写。214变成了35加214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25加114也是可以的，它只不过说趋近于这个阳平所以我们有一个规则叫两赏相连，前变阳，对吧？两赏相连，前变阳。好，这是这一个赏声的变调规则比较简单，我们记住了两赏相连，前变阳。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比较有一个前提基础是什么呢？是需要我们的普通话要好。就比如说你不能说你把这个音本来就读错了，那你肯定判断不出来它里面是两个赏声了。我们后面会举个例子，比如说下面什么前面一个赏声，或者说有2个赏声在一起，前面一个赏声是的什么，它的音素是4个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你不仅仅要判断都是赏声的，同时还要判断这个赏声前面一个赏声它哪些赏声是什么呢？是有4个音素的，这所以就比较复杂了。两赏相连，前变阳，这是它的规则。好，这是赏声和赏声的。那么如果说赏声和非赏声相连的话呢，是前边一个赏声呢变成半赏。这个我们课本当中都有，我们这里面就把它罗列出来了可以用调值分为，比如说214加上35，比如说因为后边是非赏声嘛，对吧？那我们比如说把它变成阳平，后边一个字是阳平的，那么前边可能就是一个半赏211，然后变成35，比如说首都、北京、海滨等等。好，这是在阴平前，在阳平前，在去声前。那我们给它一个顺口溜，就是赏后非赏，前半赏。赏后，赏声的后边是非赏声，那这个时候呢，前边这个赏声前半赏，就前边这个赏声变成半赏，叫赏后非赏，前半赏。第一个是两赏相连，前变阳，赏后非赏，前半赏。大家记住了吗？这样的一个赏声的一个变调规则赏声变调规则。好，这是这个，大家注意把这些规则顺口溜记好之后，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第三个，3个赏声相连的，3个赏声相连的呢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什么？根据它的一个词块的一个构成，比如说展览，它是一个动词，好，后边管它是一个名词，所以呢我们是把它们放在一起的，然后它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然后和后边一个什么呢？和后边一个汉字呢组成在一起，就要变成什么？变成两赏相连，前变阳。比如说展览馆，这里边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来对待，然后把它整体变成一个阳平，然后呢后边再加一个赏声，对吧？再加一个赏声。好，那这里边的这个就下面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一点，大家要注意现在你看起来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就目标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但是当出现在试卷当中的话，你就不一定能够脑子清楚了下面一个什么呢？当它指老虎，我们说指它是一个什么独立的一个词，然后老虎后边呢也是一个词，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首先还是要把它分开，对吧？分成两半，但是在两半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这个老虎同样也是两赏相连，那这个两赏相连同样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那个规则，两赏相连，前变阳老虎叫指老虎。好，所以我们把它这个是放在一起来分析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里边又包含了2个赏声，两赏相连，前变阳。好，那么这个指呢，它是一个赏声，后边呢，它又是后边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阳平，所以它就变成了非赏了，对吧？因为它已经变调了嘛，对吧？已经变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前半赏就变成了21，或者说211，你可以212也是可以的，212也是可以的。好，这是这个，所以大家这个有点绕第一步，首先把它分析，把它画一个词块，词块画完之后，然后每一个词块里边再根据规则再进行一个分析。大家注意在分析的时候，你们最好是能够把它拼音写出来之后，把它用括号括起来，这样的话就不会眼睛看花了眼睛看花了。好，这是这个3个赏声相连的
总的一句话来说，三个赏声相连是先把它变成两个赏声相连，然后再进行分析，好，这个是三个赏声相连的。连着读的不止三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一句话当中啊，当然这个可能就要求更高一点了。那在我们的实际教育当中呢，其实要求并没有这么高啊，并没有这么高。但是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里边。比如说，你特别是当留学生，你会发现一句话当中啊，它总是个别的词，它可能读得不太清楚，或者不是特别标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它这个词，把这个一句话分开断句，分成不同的不同的词组或不同的单词。这个时候你再对它进行一个字一个字的分析，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更容易一些。好，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在汉语教学当中也是经常用到的一种方法。它这个变调的规则也是一样的，先把它进行分类，变成两赏也好，三赏也好，然后在这个运用这个两赏相连，前变扬，赏后非赏，前半赏。好，这是赏声的一个变调，大家明白了吗？大家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赏声的变调，从2个音的、3个音的到一句话的，大家有没有问题？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好，大家如果没问题打个1，你要给我一个反馈啊，不然的话我一直等你们啊。好的，我以为你们听不到我声音呢。好，赏声的赏是4声还是3声？赏声的赏是第3声啊。我们说阴平、阳平、赏声、去声，去声是第4声。我问不出来，刚才掉线了10分钟，没关系的，一句话的。好，西语他说是一句话的，那么一句话的很简单，比如说我想，对吧？我想，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断句的时候，我想是在一起的，对吧？我想，好，你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短语来分析。那个短语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2个赏声的汉字放在一起。好，2个赏声的汉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是两赏相连，前变扬，好，那么这个接下来买，它是一个动词，一把是一个数量短语，数量短语放在一起，它又根据赏声的规则。雨伞它是一个名词，你又可以根据它这个赏声的规则。好，那么有人会说卡卡公园说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其实你在问我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你，你觉得如果你是出题者的话，你会出什么题目？你会出什么题目？比如说他出的题目其实可以是各种形式的，比如说他可以说下面几组词当中没有赏声变调的情况是，没有赏声的变调情况，或者说下面4组词当中赏声变调规则一样的是，这最直接的问法。那么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的是他说他可能会和前边的那些因素啊或者音节因素数量啊放在一起使用，放在一起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后面学到词汇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有几个因素，这个因素有几个语素，在语素当中他们具有赏声发生变调的情况是什么，这个是他会这样来说的。那么他无论题目怎么变化，我们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是这样的，你把这个规则掌握了，其实题目变化形式你倒是无所谓的事情，对吧？无所谓的事情。好，那么 Green 说其实这个会读普通话就会读，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规律，对的，只是不知道这个规律而已啊。好，那么3127这位同学说3个赏声连读怎么分是3535214，怎么分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对吧？其实等一下我看在后边，比如说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怎么分呢？我们说是这样来分的，展览你不可能说展览馆，你不可能这样读，对吧？你要根据你自然的读这个规律。其实这个我们读的这个自然规律就是个词块的它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说展览它是一个动词，对吧？或者说是一个名词，那么你不可能说展览馆，对吧？这个手写你不可能说手写体，这也不对啊，对吧？所以我们还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语流当中它的一个分块，然后把它分到一类当中去的。这样的话，你再把它分一个前面一个大块，后面加一个汉字，然后再组成2个形式的汉字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为什么会这样？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为什么会？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还没有理解吗？就是说，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理解啊？为什么就是3个赏声相连会为什么是变成3535214？为什么不是35？为什么不是214加上35，然后再加上214？因为什么？因为手写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词块，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无论是你在教拼也好，还是在我们读也好，我们都是把它放在一起的，它们的节奏更紧凑一些，对吧？这些节奏更紧凑一些，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来什么呢？来读，放在一起来分析。比如说这一个很勇敢，你不可能说很勇敢，你不可能这样读。我们比如说勇敢，很勇敢，就像我们在教留学生一样，勇敢，好，大家跟我一起读，勇敢，很勇敢，非常勇敢。你不可能说大家跟我一起读很勇敢。很勇敢，你不可能这样来教，对吧？所以我们是根据这样来分析的啊。这个我想只要是具有汉语母语者，一般都会有这样一种语言能力在里边的。好，只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有这个规律，就像刚才有同学说的一样，对，按词的结构。好，这是这个。接下来刚才讲到了赏声的变调，接下来讲一和不的变调。第一个先讲一的变调，它的变调的这个情况比较多啊。首先第一个在词句最这个红色部分末尾单念或者在序数词当中，它的声调不变，读阴平。就在末尾的时候，在单念的时候的序数词，比如第1、第2、第3，对吧？这是在序数词的里边。在末尾的时候，比如说万一，然后21、唯一等等，在末尾的时候，单念的时候，比如1、2、1，就是这个1，它也是不变读阴平。好，这是它的一个情况。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在以下3种情况下要读变调。大家要注意啊，这里边其实读变调大家都不会读错，只不过说我们会容易犯一个错误，叫什么？就觉得这个读变调了，那我在标写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标写它的变调呢？其实不是，我们在标写的时候还是需要把它标写成原调的。那么它的原调是什么呢？原调就是1。
就是音频，比如说一天，那么一天虽然说它读音是去声，是第四声，对吧？但是呢，我们在标写的时候还是要标写第一声，这个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我这里边又强调一次，所以大家在标写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下列几组词当中拼音标写正确的是，那么这里你读到你在读的时候一天，后面写的是一天第四声，正确，非常正确哦，没毛病。其实它是有毛病的，对吧？有毛病的。好，这是这一个。那么在去声前念阳平，去声前面念阳，比如说一样是第四声，然后它前边呢需要变成变成了3、5调，叫阳平、一片忠诚、一向等等。这个呢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大家在读的时候都不会读错的，只不过说我们在标写的时候要注意就行了。刚才是一的变调，主要出现在3种情况下，对吧？3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大家注意这个好，注意这一个第3种，在重叠的动词当中念轻声。大家注意这里边的念轻声，我们在标写的时候也是标写轻声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比如说听一听、想一想、看一看，我们在标写的时候也是标写轻声的，不标写那个什么，不把它标写成第一声。刚才我们说在去声前面念阳平，虽然念阳平，但是我们要不要可以变成第一声，变成什么呢？变成那个第一声，它原来声调，在第四声前，在非去声前边呢也是念去声的，对吧？念去声，但是也是标写成第一声，但是当它读轻声的时候，你就把它标写成轻声，标写成轻声。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所以我想学到这里之后，我想很多同学的疑虑可能会打消一些，对之前那些老师这是一个它是变调了，但是我是标原调呢，还是标变调呢？还是标在它没有读轻声的时候，还是要把它标写成什么呢？标写成原调。好，把它变成原调，这是这一个啊，我们要清楚。接下来是不的变调，不的变调是在以下2种情况下读变调，哪种情况下呢？我想大家都不会读错，但是我们要对它一个总结，就是在去声前念阳平，比如说像不像，在不在，对不对，它本身是读什么？读第四声不，对吧？不。好，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镶嵌在同义词中间形成肯定或否定并列的疑问句式时读轻声，比如说宽不宽，严不严，紧不紧，对吧？放不放，欢迎不欢迎。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变调啊，大家注意这个变调和它的意义无关，拼写时只需要拼写原调，标写原调就行了。这个包括这个不也是，比如宽不宽，严不严，紧不紧等等。但是有些人会说，有些学生可能会钻牛角尖，说老师，我觉得他没有读那个轻声，我觉得我在读书还是第四声啊，比如说宽不宽，严不严，紧不紧。不，它还是第四声啊，放不放，合适不合适？是这个呢，就是说无论是轻声也好，还是变成其他声也好，它有一个人与人之间这个发音的差别，还有有的时候呢是一些方言之间的差别，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纠结于这个到底要不要读轻声，到底是不是轻声，其实你就按照课本中来，那么实际生活当中你该怎么读还怎么读，这个就行了，不然的话你越想你可能越想不通，越想不通啊。好，这是这一个不的变调。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轻声，就是我们经常容易犯错误的一个音调轻声。轻声是大家注意啊，这里面是说轻声是次声的一个特殊的音变，是有一些音节在特定的场合中读的又短又轻又模糊的调子，好，我想问一下大家可以想休息一会儿吗？如果想休息的话，我们休息5分钟。如果想休息的话，打一个1，可以吗？好，那要不我们先休息5分钟，然后休息的时候大家想听音乐吗？好，那我们先去休息5分钟，然后你们去洗手间的洗手间，去喝水的喝水，然后去其他都可以啊。好，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间隙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跟我交流的，也可以继续提出来，不仅仅是在考试当中，也可以在其他的一方面。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好像就跟一个学生聊了1个小时，聊什么呢？聊职业生涯规划问题，聊了很久。然后呢，也给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啊，或者是对他有没有帮助，希望对他有帮助啊。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或者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困扰，都可以跟我说，或者说你有感情上的困扰，也是可以和我说的啊。好，大家可以去休息一会儿啊。有位同学说，之前好像有学生说我是妇女之友，为什么说我是妇女之友呢？因为我在研究生时候班里面就我一个男生，然后平时什么其他的我都要照顾到女生，所以形成这种意识在里边啊。好，那个 Jacky 他说宽不宽，严不严，这种不标记音调是原调，听一听，弹一弹，什么这种是标记轻声对吗？对的，就是宽不宽还是标原调，但是听一听，说一说，然后弹一弹还是标那个轻声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轻声啊，它比较复杂啊。胡老师，现代汉语这本书有电子版吗？我找到了下册，上有电子版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加入到我们的那个 QQ 群里边，我已经把这个电子版的放到群里面去了。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加的话呢，那个下课之后你再告诉我把那个 QQ 群告诉你，你再加一下。好，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问我啊。我们哭着，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大家如果
时间的歌。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字，然后我先离开一会儿喝点水啊。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10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10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10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10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好，我们现在回来开始继续上课。好的，然后刚才杨同学就说叶子的叶韵头是一，韵腹是吗？是的。然后中文标音有太多的例外，难怪外国人学有点难学。对，然后还有看看有什么。为什么有音乐啊？那个音乐是刚才休息的时间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继续上课。其实杨同学，其实你说是非专业出身需要好好学习，不仅仅是非专业出身的，包括很多专业的学生呢，也是需要认真学习的，因为很多时候会发现现代汉语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门道在里面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什么叫轻声？刚才我们说轻声，其实轻声就是没有声调，它是独立于4声之外的另外一种特殊的音变。有些时候呢，是有些音节在特定的场合中读得又轻又短又模糊。好，这是一个轻声在物理属性当中表现的是音长缩短，继而影响到音强、音高以及音质，对吧？以及音质。好，这里边其实我想谈到轻声呢，我们需要掌握的或者说比较重点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记住哪些音常常读作轻声。哪些音常常读作轻声，而且这些读作轻声的音啊，并不是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音变产生的。它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说老师，我发现啊，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个词呢在这里边他说是读轻声，但是到另外一个他又不读轻声的。其实呢，在我们普通话当中，或者说现代汉语当中呢，一些音呢它读作轻声已经固定下来了。就比如说钉子，
比如说石头等等之类，你不能说石头，那很难听的，对吧？很难听的。所以像这类的音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读作轻声的。同时我们在标写的时候也是标写轻声的。尽管石头头是阳平，但是我们依然要把它标成轻声。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难的所在。因为什么？因为难，我们刚才说我之前说那个什么一的变调和不的变调，无论怎么变它还是要标原调。但是呢，这里边又出现了轻声，那么轻声的话，本身它不是轻声，但是现在变成了轻声，只不过说这个轻声已经约定俗成了，已经形成了大家一种习惯了。这个时候你在标写的时候就不用再标写原调了。所以这就是容易让大家迷惑的地方。好，就比如说这里边豆腐、棉花，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包括我来说，我不会读棉花，我不会读棉花，我会把它读成棉花，对，会读棉花。但是呢，很多地方它确实是一个轻声，比如棉花。好，轻声呢也有音高的差别，并不是说轻声它没有音高，那没有音高是听不到声音的，那就真的是轻声了，那就无声啊，叫无声。好，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常用的一些轻声词。一般情况下，新词、科技术语当中呢是没有轻声的，口语当中常用词才有，大家注意这里边口语当中的常用词才有读轻声音节的。下列一些成分在普通话音节中通常读轻声，比如说第一个，大家注意这里啊，第一个动态助词遮了过，结构助词三个的，以及语气词巴了嘛的这几个词。好，这个呢是经常读作轻声的，同时也是经常写成轻声的。来一段试试啊，写成轻声的。下面一个叠音词、重叠词、合成词的动词的重叠是后一个音节，例如叠音词姥姥、奶奶、蛐蛐、伯伯，这个怎么读？我是不是读错了？香饽饽是吗？香饽饽啊，饽饽。好，星星。重叠式合成词妈妈等等，重叠词的动词的重叠形式了解。饽饽香饽饽对吧？香饽饽。好，谢谢你的指点啊，因为我经常会把它读错啊。好，香饽饽。好，商量，大家注意这里边是什么？它这个叫说重叠式的后一个音节，商量这个音节对吧？然后这是这一类的，大家注意这些词呢，我们在写它拼音的时候也是需要把它写成轻声的。我要再强调一遍啊。第三个，构词用的虚语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原子，那不是原子，叫什么刚才这个叫什么词？刚才这个叫钉子，还有什么石头等等，它们都是什么呢？都是读作轻声。但是这里边我们说的是什么叫虚语素？虚语素呢，所谓的虚语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后缀。但是还有一些呢，它不是虚语素，虽然说它是有子有头的，但是它是实词语素，叫实语素不读轻声。比如说原子、光子，就像老子一样，对吧？我们不能说老子啊，这个就不对了。好，这些东西要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是虚的，一个是实的。这是轻声常常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用在名词、代词后面表示方位的语素或词，表示方位词，其实就是方位词啊。方位词有哪些呢？上下、里面、外边等，比如里面、外面、这里、那里，然后上面、下面等等。下面还有一个是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趋向的词，来去、起来、下去等等。有一批常用的双音词，第二个音节习惯读轻声的，我们那个例子见普通话朗读材料第2页到第4页，这个是在网上应该有电子版的，大家可以就是在台上直接输入普通话朗读训练材料第2页第4页。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下列词语的黑体字一律读作轻声，来来去去、打打闹闹、黑不溜秋、傻不愣登，然后糊里糊涂、啰里啰嗦。这里边的这个里啊、不啊、打啊等等也是读作轻声的。量词的个常读轻声，比如这个、5个、6个、7个等等。大家会想老师啊，这么多轻声的情况，我怎么能够记住它呢？同时呢，有的时候呢什么呢？有的时候我根据我自己的发音习惯，它不一定我会把它读轻声，这个时候就更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轻声了。这里边其实有一种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说大家在去记这些哪些词啊读作轻声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你要注意根据它课本当中这些例子，你一个过，只要前3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比如说1、2、3这3个肯定是毫无疑义的，都是读轻声的。我想不会有人说把这个什么原子读成原子，对吧？不会是这样的。好，这个是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后面的可能就不一定，大家可能会忽略掉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方位词，你要记住方位词一般是轻声。好，你记住方位这2个词。然后呢还有一个趋向词，趋向动词，一个方位一个趋向，又记住2个了，对吧？又记住2个了。好，然后接下来一批常用的双节词，那这个常用的双节词呢可能有很多，但是呢这里边你只要知道就行了，不用记去什么呢？不用去记哪些双节词一定读什么？为什么？因为这里边普通话朗读材料这个人编的，比如说我们说是什么张斌先生编的，但是换成胡律师编之后可能会不是轻声的，所以相对于这些东西呢，没有大家形成普遍共识性的东西呢，就不用记啊，不用记。这是第6个啊，第6个。第7个呢是什么？下列黑体字一律读轻声的，这个呢一般情况是达成了普遍的共识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去记住这些。那么这些东西也不多，来来去去啊，打打闹闹、黑不溜秋等等，傻不愣登，那这呢都比较好记，都是一些比较口语化的，或者说一些什么呢？一些就是口语化就特别常用的一些词语啊，或者说不是那些非常标准的一些词语，这里对我们口语化的比较强的。第8个也是容易记了，1个、2个、5个、4个，这个那个等等。好，这是这一个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来回忆一下哪些情况读作轻声，除了第6个普通话音节训练材料当中给出那些之外，还有哪7个？大家能不能想起来？第一个是什么？轻声，哪些情况读轻声？大家开动脑筋，现在想一想啊。
折了过。好，还有3个的，对吧？好，第二个，好，这两个正好把它回答完整了。还有呢，折了过，然后3个的，还有哪些？还有语气词，对，很好。还有呢？还有，快点，折了过，呢啊吧啊，还有呢？第3个是什么？第3个，或者说你可以不说第3个，你想到哪个说哪个都可以。还有什么？哦，叠音词，对吧？叠音词，好 ，A B 这种形式的。好，叠音词或者说动词的重叠，那么后边一个动词后边的音要读作轻声，对吧？好，方位词，好，方位词背完之后呢，方位词是第4个，对吧？好，还有呢，方位词和方位词相对应的是什么？方位到哪个方位去，叫趋向动词，对吧？到哪个方位去，所以叫趋向动词。好，还有呢一些子头等等一些虚语素的词到后缀，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加上这样的一个轻声，加轻声。好，这后缀啊，还有呢，还有刚才有人说的一个叫量词的个。对，量词的个。好，那个妈的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已经说过，所以基本上就这几种情况。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难不难？不难，对吧？不难。还有最后刚才一个特殊情况，黑不溜秋、溜垃圾，然后还有什么傻不愣登等等等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词语，打打闹闹。所以其实有人想一想啊，大家当你去花一点时间去把它认真记一下之后，会发现，哎，这个产出的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效果挺好的。好，这是一个叫儿化，不是叫什么轻声的音节。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变调的情况，叫什么呢？叫儿化。儿化呢是什么呢？是卷舌韵母常常附在其他音节后边，使这个韵母发生音变。带上，大家注意啊，叫带上卷舌音色，带上卷舌音色。用汉语拼写儿化韵，只需在元音节上加上一个 r 就可以了，不用把它加上 er 啊，不用加上 er。好，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被儿化的是韵父，即韵母无韵尾，韵母的主要元音同儿结合，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叶儿其实就是叶子，对吧？就是叶子啊，叶儿。那叶儿怎么去表示这个儿化呢？就直接在叶的后边加上一个 r， 那个味儿啊，这个味儿很浓，这个味儿很难闻。那么这个味儿怎么标写呢？直接在味的后边加上一个 r 就可以了。好，这是这一个啊。那么有人会说，那老师，那么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味儿它里边有几个因素？味里面有几个因素？好，有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吧？我不是说指音节啊，它是确实是一个音节，但是呢，它是什么呢？是3个因素，对吧？3个因素，乌、和一3个，那么它是一个音节，3个因素，一个音节3个因素。好，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3个因素是乌、和一，没有 r 啊，没有那个 r 啊。好，这是这3个，大家注意这里边这个需要大家去记住的，也比较复杂，叫什么叫儿化音变规律简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再去标这个儿化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把它这个去标写它这个叫什么国际音标？因为当它不同的音加上儿化的时候呢，它前面这个音会有相应的改变，比如说第一个无韵尾，或者说有乌的韵尾的，只需要再加一个卷舌动作就可以了。比如说这里面小车，对吧？车，好，直接在这个车的后边加上一个 r 就可以了，加个 r 就可以了。好，然后接下来那个下面一个有日和什么呢？和呢做韵尾的，有一和呢做韵尾的。那么是这个卷舌使韵尾，大家注意是韵尾丢失。韵尾丢失什么？就是韵尾不要了，然后呢再在后边加上一个 r， 大家明白吗？就是韵尾丢失，有的要改变韵复和增音。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一块，那么它的韵尾是什么？韵尾是一，对吧？韵尾是一。那么这里边呢，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注意是要把这个一把它去掉，就是韵尾丢失，然后变成直接在去掉这个一之后，然后呢再加上一个 r 就可以了。好，这是这一个。然后接下来下面一个有高元音一和 u 的，要加一个央元音比如说小鸡，叫小鸡。那么小鸡这里边这个一呢，它是一个高元音，呢它同时呢它还是做韵复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在这个韵复的后边加上一个央元音然后再加上一个 r， 再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这样的一个叫卷舌元音，叫儿化音。所以那么这里面我后面就不再给大家一一举例，这个需要大家静心去再分析。但是这里面需要大家注意是什么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很多学生就读不准这样的一个儿化音。读不准儿化音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没有把这个音变很好的变过来再去加儿化的，而是直接很粗暴的就是直接加上一个 r 的。这样的话你就不一定能够读得非常顺畅了，要读非常顺畅了。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也许可能你们之前在读的，我们作为母语者来读的时候，肯定是非常的什么呢？非常的顺利。但是作为留学生他不知道里面需要去这样变。那么但是虽然说我们知道怎么读，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读吗？那你要把这个为什么要通过合适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这样的话就是有点困难了，好，这是这一个情况，这是儿化音变规律的表，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因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那么它可能会给你提到说下列
音变儿化音国际音标标写正确的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知道它的规则的话，那真的是两眼一蒙，两眼一抹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当然我觉得还是比较好记的，因为它这个总结的还是就是情况不是特别多，就是无韵尾的或者说韵尾有乌的是一种情况，然后一和呢是一种情况，高元音一和吁是一种情况，而且它只是什么呢？它还做韵复，对吧？有舌尖元音日的和这个日的，它是说一种情况，还有这个什么呢？有韵尾做一种情况，那该怎么变？1、2、3、4、5这5种情况，这5种情况。好，当然其实最后呢，如果说最后到考场上突然间一紧张忘记了规则也没关系，你就会想你自己先拼读一下，你拼读的时候你看你是怎么拼读的，你根据你的拼读，然后把你拼读的描写出来，也许是正确的，也许能够找出正确的那个儿化的音变情况。好，这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表能够记下来。下面这句话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基本上可以概括出刚才所举出的这5种情况。大伙儿用树枝一块儿到花园帮忙干什么呢？抓小鸡儿和小鱼儿。好，那这里边就是大家可以第一个是大伙后边什么呢？无韵尾的，或者说韵尾是乌的，对吧？因为无韵尾的或韵尾是乌的，需要直接加 r。那这个呢，舌尖元音是日的，直接要变然后呢再加上一个 r。好，大家注意看这样的一个句话啊。所以归根结底呢，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多多找一些这样的词，然后自己再去标写。标写的时候呢，然后对着规则看自己标写是否正确啊，是否正确。刚才我们讲音变，对吧？讲音变，下面呢是一个语气词的音变。在讲语气词音变的时候，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刚才讲了哪些音变的情况？讲了3种音变情况，哪3种？哪3种？大家能想起来吗？赶快，哪3种情况？我们不能一直听啊，不能一直往下听，不然的话，一的变调，不的变调，儿化变调，这个很简单，对吧？一的变调，不的变调，儿化变调啊。好，这是这个。那么接下来语气词的的变调，我们之前好像讲过一次，讲过那个什么那个央元音那个的变调，对吧？央元的变调。那么下面来看这个语气词的变调，它和儿化音的变调也是一样的，它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变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可以单用，也可以作为叹词。就是就是一惊讶一下，对吧？还有呢，语气词出现在句末或句中时，由于受到前面音节末尾大家注意看啊，由于受到前面音节什么呢？前面音节末尾因素的影响，其读音会发生变化。末尾因素的影响，其读音会发生变化。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怎么变的。第一个情况，在窝一乌吁因素后面时，在这几个因素后边时怎么变呢？的读音要变成呀，比如说学校真大呀，这里面这个大的大。那么在后面是对吧？呢后面央元音不是那个什么元音它是对吧？后面加个这个字，加这个语气词，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就不能再读成了，要读成呀。这个我们的学校真大呀，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学校真大感觉觉得有点土，是吧？就有点真大应该说我们学校真大呀，真大呀。好，天上的星星真多呀，好多好听的歌呀，雨呀，下巴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那么下面他在出题的时候可能会说，下面4个选项当中。的音变与其他3个不同的是，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它们什么呢？音变的一个规律是什么了，对吧？这是第一个规律，在窝一乌后边加上时，前面需要变成呀，对吧？读成呀。接下来还有是什么呢？在乌因素后面时读着哇。大家注意刚才是窝一吁没有乌，对吧？没有乌，那乌跑哪去呢？乌在这边，在乌的后面时呢，它读作哇。比如说你在哪儿住你不是说你在哪儿住哪儿住这样的话有点不太顺，对吧？所以它受到前面这个乌的影响，住的影响，乌住你在哪儿住你在哪儿住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虽然说我们平时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多精细把它分这么清楚，但是呢，他在考试的时候他不管你这，所以我们需要记住好，这个比较单一，是在吁的后边。刚才我们讲在什么后边读作呀？大家想一想，刚才在什么后边读作呀？刚才在什么后面读作呀？一乌吁不是一乌吁，不是一乌吁是一吁6个一吁6个，对吧？好，就这个。刚才有个同学提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不直接写呀？大家觉得为什么不直接写呀呢？比如说刚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不直接写呀呢？矫情，好，矫情。其实我是大概没有造出鸭字那会儿吧。其实我是上来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它之所以读成鸭呢是什么呢？是指它这个读音上的一个特征。为什么读音上的特征读成鸭呢？是为了我们的读的方便。因为不然我们读成真大感觉很费劲，或者觉得读的不好听，对吧？我们强调乐感上的一个音乐性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什么？另外就是说，之所以不把它换成鸭，是因为什么？是这个和鸭它表现的一个这个惊讶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对吧？还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它读作鸭，但是它这个表示的惊讶的程度要远远大于鸭，大声鸭，对吧？
所以我想应该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我觉得刚才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好，接下来另外刚才是指在 a o e i u i 情况下读作呀，在 u 的后边读着哇。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在 呢因素后边时读着那。比如说这件事儿可不简单呐，可不简单呐，那可不简单呐，对吧？可不简单呐。那么笑着真欢呐，笑着真欢呐。好，刚才山峰说书上为什么写作鸭？是书上有写作鸭吗？大家看一下书上当中，我记得好像书上是没有写过鸭的。在第92页是吗？看一下啊，我这边应该是80几页。哦，是这样的。他说啊，在语气词啊发音时，往往受到前因影响，它后面写作什么？大家注意啊，它这里边是什么呢？他说是写作鸭。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读作鸭，读音举例吧，所以就写作了鸭。对，它是读音举例啊。但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一句话当中，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件事可不简单，可不简单呀。它是为什么？它是为了让你能够知道它是读作这个汉字的音，所以它把它读作把它写成鸭啊，把它写成鸭。对，好的。那么接下来是刚才是指讲到了在什么，在a o e 就是在 a o e i u i 和在 u 的后边，接下来再看因素呢的后边是读作那，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吧？这欢的、简单的、单，因为它韵尾是什么呢？韵尾是呢，所以呢后面加一个啊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好，这个也容易理解，简单的，对吧？好，然后接下来是在呢在的后边，因素是读作那，小心水烫了，小点声啊，小点声啊，小点声啊，对吧？小点声啊，行不行啊？你行不行啊？管不管用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呢，但是有人说老师，我觉得我不是上头的，比如说管不管用啊？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呢，其实特别像最后一个这样的一个音变的时候呢，它并不一定说所有的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音变情况，只不过说可能就是说根据它这样的一个发音的机理，或者说发音的规则，可能会变成这样一个那，对吧？这样一个那。好，这是这种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实际的发音和书上的发音，讲的规则有点不太一样的话呢，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正常的。好，然后接下来是在这个就更更不是特别的，就是说容易去记忆或者说被我们识别，就是在舌尖元音日的后边时读作 za。比如说人生会有多少回第一次啊？第一次啊 ，za， 第一次啊，第一次啊 ，za， 第一次啊 ，za， 对吧？第一次啊，好，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za， 不能死啊，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反复的去读，这样你反复读完的时候，你会把它带出来了 za。好，然后还有就是在舌尖后音日的时候呢，或卷舌元音的后边时，在儿化韵后边读作 ra， 能不能吃啊？能不能吃啊 ？ra 吃啊吃啊 ra 吃啊，对吧？能不能吃啊？所以就是说，那这里边如果说你要是不注意不这样反复读的话呢，你可能觉得其实没什么变化，今天是星期日啊，星期日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吧？星期日啊，日啊。好，这是这一个啊，是这一个。那么像这些规则，我们都需要一共有6种形式。6种形式的话，那么它在出题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让你去区分哪种形式是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不同版本有不一样的解释。我买了第6版本的，会不会有变化？没关系的，因为像那个现代汉语。这个叫什么？现代汉语黄伯龙这本书当中，无论是第4也好，第5也好，第6也好，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变化。假如说啊，如果万一像这样的东西，万一有变化的话，他也不会考，你放心吧，因为他一旦有变化，说明他自己也拿不准。他为什么把之前的东西推翻掉呢？因为他发现，也许可能这个更贴切于那个实际的发音，对吧？那么但是他其实也拿不准的。好。刚才讲到了音变的情况，我们讲了一不，然后儿化轻声的变调轻声的音变。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7节叫音位的变化。这个音位的变化呢，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大框架时候说的一样，其实它考察的不是特别多，然后呢，它最多考察一个的音位变体，然后一共几个就不得了了。因为什么？因为它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像留学生教什么是音位，音位怎么发音等等，只不过说我们作为一个对话老师要有这样一个知识储备而已就行了啊。好。这是这个，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边就是因为变体这个的时候呢，它有3个变体，每个变体它所存在的一个这个语音的环境要知道。因为比如说他说下列基础词当中的因为变体相同的是，这个时候你要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出现的这个出现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比如说它这个当这个韵腹后边没有韵尾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它这个音位呢就发生变化，就直接是一个大写的央啊，对，大写的央啊。那它后边有其他韵尾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正写的啊。然后呢，如果说它的前边这个的后边呢，做韵头，同时呢后边还有一个韵腹的时候呢，它前面是这样一个反写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那么这个是一个音位，那么这个呢，这3个呢是它的一个变体，就是这个变体。好，这个相互的关系大家知道啊。在音位当中，我们基本上掌握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行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那个 u 和 v 的一个变体啊，大家可以把我这个第4版本呢是在第97页。在第97页，第97页当中，大家经常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三个的变体，大家去看的变体，的变体呢，它出现的情况有2个，然后是在单韵母当中，比如说哥哥、特，它是这样一个，就相当于一个 y 后面加个小圆圈这种形式，对吧？这是一个变体。然后还有在鼻韵母当中，文，然后横
的时候呢，它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倒写的倒写的好，这是这种情况。那么还有，我们可以把大家看这个课本啊，我有课本的看课本，没有课本的话，你下去再看一下第97页啊，第97页第3和第4这两个的情况，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容易犯迷糊的地方，会经常问，老师什么时候是这个正写的什么时候是这个反写的这个形式呢？这个形式呢，这个里边现在汉语课本当中有这样介绍，万一再考到了呢，对吧？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好。这个我们具体什么是音位变体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就不再概念东西就不再说了，你就知道一个音节当中一个音，它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变化，然后呢每种变化呢出现的环境不一样，那这个就是音位变体。那么原本那个音叫音位，叫音位。好，类型。这里边这个音位啊，这个叫什么音变情况呢？这个音变不仅仅包括这个音节的这个音素的一个变化，同时它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声调的变化，声调音位变化。这里边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啊，是指元音音位，对吧？重点掌握啊的音位变体。那么声调音位呢，它不是个重点，你只要知道就行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声调的这个变调规则我们讲过了，所以这里边就不用再特意的去强调它了。还有一个辅音的变化，辅音的变化基本上是辅音本身这个音都很弱的，它在变的话其实是察觉不到的，所以基本上课本当中也没有过多的去讲解，大家也可以简单看一下就行了。好，接下来是第8节，叫语调。语调这一块内容呢，就像我先说的一样，由于我们教授对象基本上都是以什么呢？以语言学习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什么呢？不是以学历生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语调呢，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的也是比较少。大家可以反观一下你们周围，包括你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有几个教语调的呢？没有几个，对吧？没有几个。好，但是我们还是要作为一个了解一下，对于有些东西呢，我们心中要有数，万一出现课本试卷当中出现关于语调部分的话，然后你就会有点紧张，所以我们还做一些预防。好，这里边语调它分为，大家就这样的一个东西，语调分为包括轻重、停顿、快慢和高低。所以这里边语调并不，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语调都是这个语调很高，这个语调很低，其实不一定的。还包括什么呢？这个语调很重，这个语调很轻，还有它的语调好快啊，然后它的语调什么好慢等等。还有就是它这个语调好像不对啊，总是断断续续的，那就是停顿，可能是停顿的不正确啊，停顿不正确。好，所以这个呢，我们注意的，我们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停顿是指什么？在词语或句子之间声音上的间歇啊，这个我们就简单知道就行了啊。停顿，好，然后停顿呢有以下几种方式：结构停顿、语法停顿，还有什么呢？叫句法停顿。这个句法停顿呢，就是一些冒号啊、分号啊等等，我们一看到逗号，我们就知道这个句子断在这里。语法停顿就是一群，就比如说，就像我刚才大家说的，老师为什么3个上升相连的时候，你要把前面2个放在一起，后边一个单独放在一起呢？刚才好像记得我看到有同学也提到叫一群，对吧？或者叫词块，就是当他们是在语法结构上是紧密度更高的，那么它就要放在一起。那么它呢是明显的是跟它并列的，那么它就中间有一个停顿，它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在里边的。好，所以呢叫逻辑停顿。那么现在呢，大家来看一下，下面是一段选修中国文学的留学生读的一段话，请指出其中停顿错误的地方。大家注意看一下啊，停顿错误的地方。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月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像一般考试呢，如果说他要考语调的话，最多只能考下这一个，他不可能再考下更深的了，因为考下更深的话也不会这样的。对，大家看得非常的仔细啊。那除了这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呢？走过的荷塘，一番样子，另有一番样子吧。好，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好像也学过断句啊，就是在高考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断句情况，对吧？这样断句情况。好，坐着乘凉，对，很好，坐着乘凉，还有吗？坐着乘凉。好，等一下啊，好，忽然想起，好，其实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正确答案。这几天它是在一起的，对吧？这几天，然后呢，心里颇不宁静，它是一个词，然后今晚在院子里，在呢是什么？在它是一个介词短语，然后后面是一个方位词啊，介词短语加方位词它是连在一起的。坐着乘凉，大家注意这里面啊，为什么说什么呢？为什么它没有分开呢？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连位短语，坐着乘凉，怎么乘凉？哦，坐着乘凉，所以它是在一起的，对吧？好，那么然后这个呢是呢，这个逗号呢它是自然间隔了，所以你就不用分了。忽然想起，哎，怎么想起的？忽然想起什么呢？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那这里边日日走过它作为定语存在的，荷塘中心语，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这是这样的一个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其实像这样题它不难，它肯定会给你四个选项。那么4个选项当中，其实你找不出来所有的标布出所有正确的形式的话，你只要比如说 A 当中在这几天它肯定是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对吧？这几天它肯定错了，那我们就把它排除掉了。所以应该是不会太难。就是老师，我觉得我总是断句断不正确，这个没关系啊，好。不难的，就是说大家面对这样的题的时候呢，要用排除法，就是其实方法呀是多种多样，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正确答案标选完之后才去对的，我们可以考场当中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啊。好，我们讲完语调之后，基本上我们这个
叫什么语音部分基本上是讲完了。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收获，或者说有没有其他一些疑虑？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在后边再继续讨论。我们在后边讲其他的题的时候，讲其他语法呀，什么时候呢？有可能还会再回来。但是呢，而且另外就是我们后边还会带领大家去做一些题。那在做这些题的时候呢，我们同样还会去翻到前边语音部分。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两道题。大家觉得这两道题第一道题我答案已经给了啊，我们先看一下啊，普通话声母的和特可拼的3类韵母是什么？解题思路关键是记住开合、急缩4类韵母的分类。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要知道开口呼是指哪些，基础呼是哪些，脱口呼是哪些，对吧？大家注意看一下啊，就是说虽然说我答案已经给出了，但是呢你要知道那个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你要举出一些反例子出来。比如说这个里边的为什么不能跟合口呼相拼？什么是合口呼呢？对，鱼对吧？那鱼是脱口呼啊，鱼是脱口呼。可拼的3类，对脱口呼它是不能拼的，我们读不出 u 读出来的，对吧？或者说 q 也读不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最好判断是排除3个排除法，所以就是做题是要有规律的，这样的话会节省很多时间。好，第二个，下列词语当中第一个音节应变为阳平的是什么？第一个音节应变为阳平，记住规则，两场相连，前变阳。哪一个？第二题选哪一个？好，这个题比较简单，对吧？也比较简单。好，接下来下面一个。第3题，下列4组词注音有误的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边他说注音有误的，要注意什么呢？一般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所以呢解题是要看全面一些啊，好，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叫应该是轻声石头，对吧？石头。好，这是，大家觉得第一个 A 正确吗？开禁是正确的啊，比如说禁止啊等等之类的，对吧？好，然后下面一个第4题，这个题选择 B 啊。好，然后下面一个，下列4个字不符合拼音规则的是？不符合拼音规则。那个 Jacky 他说石头那个头不标原调了吗？我这个刚才讲过了，那个这位同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轻声，比如说当它作为后缀的时候，比如说子啊、钉子、石头等等，就是它是轻声的，然后我们要写轻声啊。什么时候标原调呢？标原调，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叫一和不的时候，我们要即使它读作什么呢？即使读作变调了，我们同样要标原调的，对吧？标原调的，所以我们这个刚才已经强调过了啊，好，然后第4题大家都是选择 D， 非常的简单，应该是前面2个点要去掉。好，第5题选哪个？窗这个音节这个音打错了啊，应该是那个音节的音啊。窗这个音节包含6个字母3个音素，包含6个字母6个音素，包含6个字母3个辅音音位和2个元音音位，那么到底是哪个呢好 C， 那么这里边窗它这个音节呢是他说是3个辅音音位2个元音位，大家想一想，这里边3个辅音音位是哪3个？大概是哪3个？大家能不能找出来？但是好，还有呢 ？NG 还有呢？2个。好，同学们，这里边其实这个3个音位其实不是3个辅音位的，其实是什么？是2个。同学们是2个。为什么呢？我们说这里边窗前边它是1个，对吧？前面是1个，好，这是1个，然后还有一个辅音位是韵尾 on 是1个，所以这个题它应该还有一个 D 选项，什么呢？包含6个字母2个辅音位2个元音音位，所以大家不要觉得3个辅音位是不是 sh 和 h 是分开的呢？不是的，是不是 n 和 g 是分开的呢？也不是，所以这里面是没答案的。这里没答案的，除非它有一个 D 选项，包含6个字母2个辅音位2个元音位，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所以就是刚才前边4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后边的话基本上就带了一定的被我蒙了啊，就带有一定的迷惑性了啊，所以就是大家在去做题的时候，不要去慌张，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是分析到 C 的时候，就觉得3个音位1、2、3，特别是容易把后边的 NG 把它分开变成2个，其实不是的，所以当你 D 选项来看了，很多情况都会说我第4个选项没看到，你看到第3个了那就选择，其实不能这样哈。好。这是我们本节课要给大家学的东西，就是音节、音变，然后音调、语调这3块内容。那么最重要的是音节结构的划分，以及几个轻声的变调，还有一些语气词啊的变调，语气词啊的音变，然后还有儿化的音变等等这些情况。那这情况呢，一般情况我们说语音这一部分呢，一般会出个10来分那个样子。所以经过我们这2次课，我相信大家在这10来分当中，基本上是能够拿下来了。你不说10分不拿10分吧，至少来说能够拿到80%的分数，我想应该是没问题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学习的时候多总结，然后呢多给自己打打气，然后有什么问题，然后一定要及时的问，因为你
问题越积越多的话，你会觉得越学习越没劲，因为你会觉得越学习，然后是困难越多，然后越懂得不知道越多，这样的话你这个士气啊就会慢慢的下去了。所以希望大家后边继续努力，我们语音部分就会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我们后边呢还会下一节课的时候会有15分钟时间来做一些语音的操练，我们这个只是操练了一小部分，我们后边还有一些真题性的一个操练，然后到时候呢真题操练可能要比这边的质量可能又更高一些了，或者说难度可能又更大一些了，希望大家好好准备，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线下再交流，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然后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好，同学们，然后时间也不早了，也早点休息。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然后我们课下再交流，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也给我打字也可以，或者其他形式都可以啊。然后大家也早点休息。好，那我们就晚安，同学们。